民党关议长张典伦涉嫌伫咧总统大选进前，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人买连书书。去年底叫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交单，检方伫咧20依照违反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，甲伊提起公诉。依法提起公诉，并请法院审酌其贿选行为戕害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。 以金钱影响联署及选举之行径，实非足取，且否认犯行，难任有悔悟之意，建请法院从重量刑，以示警惕。检方调查，去年9月，周典伦有提150万甲350万，互潮州镇长周品全要求因在用1份500块的计数去甲民众买连书书。 检方伫咧20侦结，甲涉案的5个人起诉，其中周品全等4个人有认罪，以原起诉处分。不过周典伦是拢否认到底，所以互检方向法院来请求判重刑。